Hello，各位網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GM 財馬頻道時間。咁啊，拍片時由星期六嘅朝頭早同大家講下今次嘅沙田賽事啊。今次係採用私家山跑道嘅，咁啊，跑11場本地賽事，再加一場咧就海外賽嘅。因為咧金鑽貴人就跑呢個日本短同埋錦標。咁啊，本地本身都係跑10場嘅啫，點解要加一場咧？因為上個星期咧就有2場賽事取消咗，咁啊馬上即刻就補賽啦。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啲馬都熟口熟面嘅。如果上個禮拜咧呢一場有度咗嘅朋友嘅話咧，咁今次咧就純粹可能就住啲檔位啊。少少騎師配搭嘅唔同啊，去調一調配嘅啫。嗱，咁啊，由於今期跑私家衫啦，咁啊 assume 一樣嘢咧，就係可能私家衫咧都係比較貼住條欄會着數啲嘅。咁啊，同埋咧睇呢啲跑馬上邊咧，你揾唔揾到一啲重心咧，其實都有啊，但係你可能會驚嗰啲重心咧就太熱啦，因為已經有啲季內有贏過馬嘅馬咧就再出嘅啦，而且個檔位都派得唔差添，係啦，咁嗰啲馬咧我就唔想花時間同大家去講太多。咁所以既然係咁，又想大家有啲嘢睇嘅話咧，我想分享一樣嘢，喺講馬之前分享一單news 先，因為我發覺呢一單嘢咧，我啊覺得好好笑，但係暫時社會上回響咧就冇我想象中咁大。有睇內容咧，你都會覺得好有趣嘅。咁我哋分享下呢單嘢，然之後咧，我哋片尾咧就傾下今次嘅賽馬。喂，講係呢單嘢，喂，呢單嘢其實好好笑啊，大佬，係啊，呢個送貨工人。協助團伙取贖金時斷正金判囚10年啊！講嗱上邊嗰句先係重要啊！男子遭心儀女友人誘入賓館啊，被禁錮毆打。嗱，我讀下呢單嘢俾大家聽下，大家知咩事啦？嗱，呢個可能 show 唔晒。嗱，總之一個男人咧就因為咧受到心儀女友人誘騙啊，去油麻地賓館啊，好簡單啫，好地地咧叫做油麻地賓館係嘛？結果墮入圈套啊，俾人用棒球棍毆打啦、拳打腳踢啦，再被禁錮勒索款項啊！好啊！今日咧就喺高等法院就承認禁錮意圖取得贖金同埋搶劫兩罪。法官指咧案件係精心策劃，唔係單獨犯案，所以最終判囚咧係10年嘅。案情指咩咧？嗱，聽到黃姓男事主同女被告麥佩儀咧就相識超過10年啊，對佢一直都有好感，即係中意咗由呢個女被告由21歲中意到31歲。過去都曾經借錢俾佢。案發當日咧，阿麥咧就先向黃就借咗4嚿水，喂，攞4嚿水嚟啦咁樣，並聲稱已同男友分手，表示希望黃成為佢嘅男友，更加約佢去油麻地寶靈大廈賓館發生性關係。哇！呢單嘢真係中意咗10年，突然間竟然有啲咁嘅事發生喎，大佬係啊！嗱，講多次喎，係咩話？係先問佢借4嚿，再同佢講啊，我同我條仔分咗手噶啦，係啊，不如我同你拍拖啦，咁啊，跟住然之後約佢去賓館搞嘢咁樣樣。咁啊，嗱呢件事最好笑啦，就黃赴會前咧就致電姨姨嚇，打俾佢阿姨，然之後同佢講咩咧就嗱，如果我45分鐘之內咧冇揾你嘅話咧，你要報警。喂，講真。我哋即係嗱，我哋講埋先。阿黃晏晝3點幾咧就去到賓館，見到阿麥咧同另外一個女人嘅時候，我心諗，喂，點解有另外一個女人咧？係咪？就突然間俾麥嘅男友黃威咧，係同埋另外一個男人咧就拖咗入房，以布蒙眼啦、捆綁雙手啦、施以拳打腳踢同埋棒球棍毆打，甚至踩頭。佢跟住就被搶去3500蚊現金啦、2部手機啦同埋提款卡，並且被逼交出密碼。期間梁又豪加入行兇，更有人威脅，如果唔合作咧就會誣告佢強姦阿麥啊。去到傍晚7點幾，另外一個被告陳寶圖就現身啦，提出佢如果攞4萬蚊出嚟咧就搞掂件事。於是乎佢打電話俾阿姨，就話：我要借錢還債，就相約喺青衣城交收。當中梁同陳咧帶同黃去取款嘅時候咧，阿姨就暗中報警，隨即到場咧就拘捕涉案人士。係啦，咁啊總之就話俾你聽，哇好嚴重啊，就10年啦咁樣樣。咁啊呢單嘢好有趣嘅一件事係咩咧？就係話咩啦？就係話案發當日咧，嗱頭先講啦。條女就約條仔去賓館，咁點解要約到條仔去賓館咧？就同佢講：喂，不如搞嘢，係啦，不如搞嘢。然之後咧，條仔咧都好似覺得其實恐防有詐，係嘛？佢就同我講，打俾你阿姨講，如果4分鐘之後失聯就要報警。嗱，大家代入去呢件事上面，你會點樣睇法？其實條仔都知條女咩事啦，即係我諗識咗10年，中意咗佢咁耐，係嘛？又有借過錢俾佢咁樣樣，係嘛？即係無啦啦。即係我咁講法啊！如果你身邊有個你中意嘅人，話約你去賓館啊、酒店啦或者賓館啦，係嘛？你會唔會打俾你阿姨同佢講，如果有45分鐘失聯，你就會報警咧？係嘛？所以我懷疑呢單嘢唔係第一次發生，只不過係今次係特別嚴重啫。係啊，咁而且嗰件事情上面係咩咧？就係嗰個男人咧，即係受傷嗰個男士，雖然我哋又 don't bring the victims 係咪？佢上去之前咧，佢係覺得奶奶哋嘢。
佢係覺得九成那嘢，如果唔係佢唔會同阿姨咁講噶嘛。咁我感覺咁點解都仲上去咧？仲上去嘅原因可能係因為咩咧？係佢都仲有佢有一絲嘅希望，有冇可能？究竟呢個女友人呢個麥姓嘅女被告係真心想同佢拍拖，同埋同佢發生性關係咧？佢係抱有一絲呢個咁嘅僥倖心態。你話男人咩都好啦，我覺得呢單嘢未必關係嘅，即係有啲人都話，唉，一有嘢搞啊，男人乜都唔記得噶啦。但係呢，佢中意咗女被告咁多年喎，係咪？佢都諗緊，有冇可能係融化到佢咧？係嘛？咁最後當然都係冇啦，係嘛？諗住上去咩？諗住上去睇有冇得搏嘢，最後就上去俾人搏，係啦。咁啊，而且呢件事咧都幾慘嘅一件事係咩咧？嗱，而家坐10年啊嘛，實際上咩？實際上只係諗住攞4萬蚊搞掂件事啫。我覺得呢個代價真係太大，一個正常成年人幾個喎，而家就判咗一個女被告，係嘛？嗱，女被告跟住仲有黃威，仲有個陳寶圖，呢單嘢有4條友做喎，已經有3個人起碼判9年或以上，而最後係有4萬蚊喎，4萬蚊連埋嗰啲咩兩部手機3500咩，可能五萬，一人萬零蚊都分唔到，你仲要租賓館啊、諸如此類啊，咁上下性啊嘛，係嘛？9年係啦，因為精心策劃，哇！即係我睇完呢單嘢，我係戥男事主係有啲哀傷嘅，係啊，因為畢竟佢都存有呢個僥倖嘅心態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講下今期賽事啦，因為呢單嘢我覺得有趣有趣有趣。好咁啊！今期賽事上面，頭先我所講啦，我可能有幾隻投注嘅重心其實都係熱門嚟，咁所以我就唔想花太多時間講咁多，先講啲無聊嘅趣聞。咁啊，我簡簡單單啦，我就提供5場2號嘅呢隻立得準啦。咁啊，開羅日就贏咗馬啦。我應該咁講，點解我都揀呢隻馬同大家提供咧？明明上次贏咗又輕鬆贏，又抽一檔，應該都必熱㗎啦。暫時未知幾多倍啦。咁但係我唯一想提醒啊，或者俾大家了解嘅一件事咧，就有少少數據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咧，大家都知賽項其實咧好少9月贏馬嘅。係咪？咁啊，賽項今年就9月贏馬就贏一隻立得準啦。想分享一樣嘢咧，就係咧，賽項9月都贏得到嘅馬咧，大多數都係叻馬嚟嘅。係啊，呢個大家可以留意一樣嘢嘅，因為未來賽項都仲係會喺香港練馬噶嘛，佢都有可能9月贏馬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呢一樣嘢，我覺得大家可以留心下啦。係啦，原因咧，嗱，我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嗱，上年賽項咧9月贏咗邊隻咧？上年賽項9月係贏氣勢嘅，係啦。咁前年賽項9月係贏咩咧？前年賽項9月咧，第一。前一場9月冇馬贏喎，但係佢第一隻贏嘅馬咧，就係呢一隻嘅，安晴嚟嘅啊！sorry，唔好意思，撳錯少少嘢，係第一隻係安晴嚟嘅。咁前年第一隻贏係咩咧？係魅力之餘嚟嘅，跟住致勝者強嚟嘅，同一日起馬嘅話，咁所以你諗下，蔡宇漢贏得嘅頭一年贏得嘅馬，唔係第一個月贏得嘅馬。點會係渣馬？嗱，斷咗纜嗰隻，即係唔能夠連接嗰隻咧，就叫張燈結彩。但係張燈結彩嗰季咧，其實係3邊嘅，係啦。咁我哋再數仲有啲咩啊？勁搏咯，係嘛？凌駕最渣噶啦，係啊，凌駕開來係爆冷嘅，勁搏渣林贏3邊添啊！咁所以呢隻立得準嘅話咧，上次贏得咁輕鬆，呢組馬又渣，今次抽一檔，係嘛？我覺得基本上就復刻翻上次贏馬嘅所有嘢噶啦，而且都係應該輕鬆贏。我覺得應該輕鬆贏到馬，當然就冇嗌到辣嗰一下噶啦，係嘛？而且個賠率上次嗌到辣應該好飽噶啦，今次呢啲咧就正宗叫做追補尾，係啦。不過咧就冇啦。抱有僥倖嘅心態啦，係嘛？明知追補尾，可能都搏有得贏咧，係嘛？同阿男事主一樣，係嘛？因為我最初諗住俾加冠王嘅，因為加冠王就係僥倖心態咯。因為我覺得加冠王跑得翻係應該贏嘅，但係加冠王咧跑唔翻咧，佢一定係包尾嗰啲馬嚟嘅，因為隻馬係跑自己嘅啫嘛，係嘛？咁啊，但係。諗下算啦，簡單啲啦，我哋俾呢隻立得準啦，好唔好？嗱，咁啊，今期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因為就係嗰句，唔想講太多賽馬，太簡單啦呢隻馬，咁所以咧同大家分享少少趣聞，希望大家就唔好見怪頭段時間咧同賽馬冇乜關係，係啦，咁啊，下次節目時間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